米哥，煮兩碗飯攞入嚟。阿月，收到冇問題，而家即刻煲俾你。好彩有個私伙嘢啫。因為今次係用低糖煮啦，所以係會比一般用多啲水嘅，係可以睇到啦。個低糖電飯煲有啲咩好處咧？就係煮完啲飯咧，因為佢嘅技術咧，可以將煮完飯嗰啲水啊，因為有好鬼多澱粉啊，然之後分離出嚟，再蒸熟翻啲飯。咁你食飯嘅時候咧，咁啊吸收少啲嘅糖分，咁即係冇咁肥啦。米哥，攞啲飯啦！太好味啦，食晒啦已經。